我追喺你啲係差唔多30年，大家一齊做嘢，儲錢拎返學啊！你哋呢邊我哋一齊捐錢咯，俾啲屋企啲人。因為我自己都做建築嘅，燒嘅嘢都會比較快，同埋會比較嚴重。消防啊、警察啊，都開始封路、灌救啊，同埋係啊，佢已經好盡力㗎啦，政府已經好盡力。盡量唔會太觸景傷情啦。我哋呢啲紙接嘅紙殼啊、紙花啊、紙星星等等嘅物聯絡咗本地嘅殯儀館去進行一個至於現場嘅花卉花束，咁其實好和平有序，大家都係市民可以寧靜咁參與得到呢個活動。呢件事雖然沉重，已經見到好多人好熱心嘅市民喺度捐嘢出嚟啦，即係幫到幾多得幾多。嘢食嘅就有啲人可能喺屋企煮咗成1000個飯落嚟。廣州啊，我聽到廣州、北京、安徽冇分咩人嘅，其實我哋全部都係中國人，流住同一個血脈。只要我哋有受傷，其實所有人唔理咩區域都會一齊去幫手。